立法院审查到财政收支违分法，那你个党团再度再度来架击动员，最后来表决，哪位7票，民进党5票，确认通过议事录。这嘛是在违法25年来6届修法，第1届正式出席的财委会。所以来还阁经过调研协商，而且会有1个月冷冻期。不要急，好，这个有协商过了哈，大家就顺着走。那我们的第6次议事录是确定的。调研为着财委会完美修缮，落尾野球表决，国民党7票对民进党的5票，确认通过议事录。要修财划法，姚早帮大声欢呼，毕竟要将财委会送出委员会真不简单。顶礼拜三，国民党的调委陈玉珍3分钟宣布散会，喙齿个断气。昨日话民进党的调委赖慧媛主持会议，无确认议事录，财委会陷入空战。问讲后个开会，哪里个立委先沟通，才好经济暂时告一段落。国民党这一次的团结跟坚持让民进党看到了，所以他们只好退让，所以刚刚表决通过。那财划法的确是需要修正，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不满，也是刚刚明知表决我们居于劣势，我们还是要采取议案的表决。民进党团对于3分钟通过财划法粗暴的做法、瑕疵的会议程序，我们还是严重的抨击。哪里一句来一句去，严格民进党的立委黄珊珊批评哪样处理财委会的规定尚未落草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，主张大法官现有的总额是15位，王珊珊也唔支持。这个我认为立法跟司法还是要有一些分歧，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的意见。那目前为止，台湾民众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，我们会在党团里面提出我们个人的意见。那最后党团做成什么决定，我们都会尊重。敢若参国民党拢无共识。财委会25天来第6遍修法了后，正式送出财委会，所以来进入1个月冷冻期，调研攻防也被刷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